上一集我哋去咗羅馬尼亞、羅馬同埋埃及探訪咗幾宗胃痛嘅胰臟病例。今次我哋順路前往土耳其同埋瑞士，繼續尋找胃痛嘅故事。大家留意喺熒幕下邊可以撳字幕嘅，隔籬有個齒輪嘅按鈕，可以校 4K 嘅畫質，亦都可以選擇播放嘅速度。如果你嫌我講嘢慢，可以校1.25同1.5倍。最後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。陳仔少少頻道。嚟到土耳其，一位51歲嘅女士因為間歇性胃痛，上腹痛咗6個月，入咗外科病房。身體檢查未見異常，血液檢查顯示血小板輕微減少，腹部超聲波同埋電腦掃描 CT 顯示脾臟內有一個7厘米嘅腫塊。之後患者接受咗脾臟切除手術，病理檢查結果發現脾臟錯構瘤 spleen hamartoma。嗰位女士手術後第8日順利出院，冇任何併發症。然後我哋去到瑞士一間醫院，佢哋收咗一名25歲嘅女士。嗰位患者本身有抑鬱症嘅歷史，有食藥。有一次因為胃痛、上腹痛同埋多次嘔吐去睇急症，由於臨床檢查同埋抽血報告結果都係正常，所以佢被允許出院。第二日患者依計劃復診，發現腹痛持續，而且抽血胰臟酵素 lipase 升高，所以進一步檢查腹部超聲波同埋電腦掃描，發現脾臟腫大，仲有顯示脾臟因為扭轉而導致供血不足，有缺血現象，所以患者接受咗手術治療。手術後恢復順利，7日後出院。一般人講胃痛喺肚臍上邊上腹位置嘅唔舒服，嗰個地方主要係個胃好似斜孭袋咁樣放喺嗰度，所以嗰度痛。一般人會講胃痛，但係上腹嘅位置除咗胃之外，仲有其他器官，包括肝膽胰同埋脾。所以喺尋找胃痛嘅故事第一集，陳仔去咗美國揾咗2個大膽嘅個案。第二集，陳仔帶大家去到日本同埋韓國，3個人胃痛，以為係胃病，原來係肝病。第3集就去到歐洲同埋埃及，4個胃痛，結果係胰臟病嘅故事。今集第4集就去到土耳其同瑞士，揾咗2個脾臟病嘅個案。脾臟病十分罕見。喺尋找胃痛嘅故事前傳，陳仔曾經介紹日本佐賀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當年嘅經驗，喺232例胃痛、上腹痛嘅患者當中，大部分都係胃十二指腸嘅疾病，其次係肝膽嘅疾病。胰臟疾病雖然少，但係都可以胃痛。下一集陳仔繼續會同攝製隊離鄉別井，踏遍唔同嘅國家，同大家尋找胃痛嘅故事。大家估下身體入邊仲有啲乜嘢器官患病可以表現出胃痛、上腹痛嘅症狀？如果大家覺得呢一集有用，請 CLS 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多謝。我哋下集見。